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，我是鍾玉群阿群妹。今晡日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做對講係我嘅偶像。用慢講，自從佢上一擺大家嘅新書來過後，我就知道我有黏嘅書喎。下擺佢愛來以前，我要同佢天花來打一下嘴鼓，同佢打嘴鼓過後，我咪知道我有黏嘅書喎。做乜嘅呢？因為就係一本新書，很多主廚嘅療育餐桌。其實一本書哦，第一度有當到嘅食譜，當到概念，做得來好好小嘅本大家。重點係特別同佢打嘴鼓，我就知道我得到當到嘅靈感。佢係乜嘢咯？細細嘅教來分享，佢來分享，Audrey老師分享。大家好。我係羅雲瑩，大家就喊我 Audrey 老師。哇，分享老師又再過來到福起來咧，分享老師。群妹，很久冇看到。真嘅，恭喜老師又再過出新書，上擺嘅很多體重會感同料理同係那個酉字邊的糖。對，這一本叫做《主廚的療癒餐桌》，而且還特別寫118盤本細胞歡喜嘅料理。這個我就等上個論文啊，要讓細胞開心，感覺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。嘛，該很多本細胞會歡喜嘅料理咯。你吃飯的時候啊，食體以後，下擺我知道，呀，溜溜的，哎呦，唔爽快哈，有些的黏蓋哈，下擺舌頭炸哈，會有點後兩頭有點澀澀，對嗎？哦，後兩頭澀澀。其實。都是也係對人身體讓人講法，講今日有時一些咧，可能我較容易發炎嘅菜啊，冇做料理嘅方式。那如果你係食對嘅話，你身體會當爽快。你食飽以後也唔會按會上水冇。當然食飽飯會視察對冇？我以前他們第一時陣哈，食飽飯視察誒，我就會我很上水，以後我唔會。哇，精神當好就一路試下嘢啊，就唔好。你哋有很多暈碳。係，對，喺度爭地很多暈碳。哦。喺度就地講，但係長途開車哈，地方用的食，所以用的是當重要。你食對方嘢，你去㗎，我吃到當爽快，你當爽快，當然嘢細胞就一定當舒服。哦。呀，就一種寓意啦，就當講你食對嘅嘢，細胞會當爽快。古時候做嚟講一本書，係講照定一本書來食嘅話，你就會感受到人嘅身體係非常歡喜嘅，細胞是非常歡喜嘅。古時候身體咪會越食越空閒。對對，因為禮拜個食譜下來哈，就講你要做一道菜，那用乜嘅油啊，因為溫度啊，用上辦法講，用唔會按往火嘅方式啊，唔會按往火。韓國其實我按用變一下，我就知道哇，因為大概料理看起來就很好食，而且很豪華哎。其實做飯看其實冇樣嘅炒，冇樣嘅難。大家對，因為我係屬嘅意大利料理嘅訓練啦。就唔講，老師你做嘅全部西方嘅料理對嗎？我講其實唔係，嗰種嘅嘢方式天天。大部分是啲人嘅傳統市場買菜。我媽媽每特別就做any行業開始當接式嘅菜嘛。我耳濡目染以後，其實我做菜就唔會用我嘅方式做。因為我有書嘅意大利料理訓練，用我嘅方式做 any 本地嘅料理，這樣下一本書。嗰時候也得書底都做得用到嘅也得食材，可能當然屋卡門後附近嚟嘅市場啊，也係講附近嚟嘅超級市場都做得買嘢到也得食材。對，我一定是翕一書嘅個相片的時候，就是拿啲個辣嘅。這麼居家。對，一猜中就先去傳統市場看，一研究有乜嘅菜，有乜嘅菜我就做乜嘅菜。所以我翕嘢嘅時陣應該是10月開始翕嘛，去年10月。假使秋天到冬天，所以菜呢有黑片秋冬到冬天的菜，熱天有熱天的菜。但是你全部做得用，你就有乜嘅菜就做乜嘅菜。做得變化，而且唐公也都會老師去搞烏卡家常菜。家常菜，這樣烏卡都假使食一道菜。好，董秀英亞烏卡吃飯。其實你好不容易經驗我一個朋友。
我講唔好，我也真係當家己人，我要卡嘟嘟，我哋去一隻地方叫，我去我卡食早午餐好冇？我講好啊，來啊，叫要哇好食。佢講我手邊冇準備哦，我今日讓開始做哦。我講你剛剛來都我讓開始半小時，還是上一早。有可能簡單家常的料理，但是有的東西你要先準備啦，你準備後你聽音樂就當輕鬆。對，故說今日有請到老師來到呀，當然唔單槍同大家紹介一本書，我偷偷的同老師然後嘅專業列出來，因為老師沒有學過呀營養學，咩係算是老師嘅專業。對對對。故說節目當中就會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，用版來說到空間呀，咩係輕鬆有嘅事情。對，故說接下來就會來同大家分享啊，一本書啊，老師聽講做的推薦本，唔管係。唔會做菜嘅人也好，也係講有意思些嚟會做菜嘅人，也係講高手，像我媽媽一樣，這種高手，大家都適合來看一本書，都做得好多冇共用嘅東西。當然嘅啊，然後食譜哈，唔係講你一天，哎呦看到也按難，我一天我又唔會做菜，我用有辦法做。其實你看落去，你第一步嘛個，第二步嘛個，第三步嘛個，四步你就做好誒。你做得做，你就會做。對。一下年哈，假使去看嘅。影像啊，看那個網絡啊，好做菜啊，我這個還沒看過呢，大概看得以後啊，我又唔記得，家下分量去幾多，我又要多做人去看一道，看又唔記得，又要多做人去看一道。重點係我大概愛前嘅乜嘅東西，我不用記到，我愛來唔地來到幾多分幾多秒，有上時記就槍不用3秒5秒聽，還能定格對吧？我找不到在哪裡耶，所以我知道買書輕方便。你就按一頁，你就不用等。一下下邊有，我像我今日做我嘅地方有一道菜啊，我有啲唔記得我要標嘅比例，我咩反饋我嘅書標等看，哦我啲嘅，做，第一擺初學者咁樣啦，你就好好看樣嚟做，慢慢你當會做以後呢，食譜很樣啊參考，譬如呢點。想法哈，你做的像自家去變化，真正的高手啊，高手啊，就是看啊，就點啊，我點樣做誒，我做我自家的方式，但是你有基本的概念，譬如本呢，像我地方有像啊，像張佩人啊聊天有講哈，我愛嘅雞胸肉用嚟做對嘛，講一下。聽說哈，唐公做當後生，要聽說會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我學到老師嘅這個醃製法、鹽水醃製法，等下會同大家來教好應用版來做。我做呀雞肉過後，我先生講，喲，用呀按到你食嘅呀雞嘅胸脯肉，完全唔會使用我按好食，係人生地度做來清好食咧一擺雞胸肉。我想說，吼，真勁呢，真勁懂好食。哎呀，你做點樣嚟做以後，我做當簡單。但是因為我好我專業訓練，哈，我有去意大利，所以我有個廚房底部嘅秘訣，叫講你做乜嘅，你請我要食飯，哎呀，雞肉用我按嫩對嘛，牛肉用我煎到按好食。其實從一定要加廚師備加後尾佢要加切價嘅方法，冇唔錯。嗰種方法你底咗以後呢，我有個朋友講，基本的牛排啊，就要買個菲力，煎來真好食對嘛。後來我搞幾樣，我用鹽水醃過以後，佢講哦，我而家買個部位啊，買了青菜剪，那就當好食。只要有做這個事前的處理，就會好食。而且我講老師有本書哦，真言懂得，因為118盤118道料理，然後要數地度要4年呢。韓國大學還有一類很多主廚料理筆記，底部還有下一的這類東西，要的營養都地度。對，因為我希望他家啲。為什麼我做乜嘅愛出一套菜啊？做乜嘅愛做呀？像我嘅蛋白質嘅部分啊，嘅亂用嘅做到7分熟啊，用乜嘅溫度做，然後我做乜先用黑蒜頭去做醬，因為有乜嘅營養，做乜有一啲像你漢人青好食嘅蘿蔔乾啊、福菜啊，一度全部係發酵食物。當好食，但是你食的方式，假使做燉豬肉啊，做炕肉啊，乜嘅，其實加個鹹，加個鮮味啊，
你做的用動作方式去呈現，某一天一天蹲做空肉，某一天一天做馬蓋。有像是動作民間高手啊，像我爸爸、我媽媽兩啥都同會做，不過可能家的一直以來都用的方式來做料理，像是沒有太多新的手藝啦。我吃到一本書就做一本同會做料理的人有新的手藝，對，激發他們的靈感。對，故說我去講咩好多動作，剛剛講過一點點，我相信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也哈清楚，當有興趣，不是說啊，今日節目當中竟然按難得邀請到 Audrey 老師。除了現場以外，當然我來同大家好好來分享上來一個料理按樣辦做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韓卡的內容，會同大家來講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是總藝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，係 Audrey 老師的《主廚的療癒餐桌》。剛剛講到一本書，其實除了愛本大家一道料理嘅概念以外，沒想到留空間也件事情變落去，尤其對書嘅編排開始，我就知道非常嘅用心。一般來講，可能諾貝嘅食譜啊，一道書啲編排嘅時間可能會分種類，也未係分種類。不過老師嘅編排嘅順序係有你自家嘅小巧思都喺度。對，哦，對，我一分6大類，第一類我分蔬菜，蔬菜當重要。一般來講，安尼嘅師傅哦，要麼就肉當多哈，麼就菜就青菜，因為菜你除了炒菜，你可能想唔到別的方式。但是對我來講，菜千變萬化，當多種做法。哇！所以我菜邊一隻太中間。哦。然後呢，我就邊海鮮。海鮮沒有自家獨立的一個章節，因為好當時有食譜哦，我買種日本，有的日本的食譜買到幾本做海鮮，但是它是日本的，我沒買過，哇，第不當到我沒，其實我做唔來。哦，好是當咩啊？當到用炸啦，冇種用誒調味料咩當到，我想哎呀，沒按冇辦法普及啦。那大概從海鮮除了用煎、用炸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？有同種方法。所以我食譜裡面，我下20兩頭。對。好，會不會海鮮聽下就不用蛋白質？蛋白質當重要。尤其對年是太人來講，對，他太人講哈。其實青蔥葉的蛋白質啊，一定要是夠，是辣哈。你冇是辣，雖然你吃到可能胖皮皮哈，唔會超，其實你可能冇是辣。哦。啊，你要是辣，有的人講跟肉安源啊，我又食唔落，對嗎？我就食唔落啊。其實你就看，係料理的好食啊，你一定食得落，就會食得落，就食得落。所以我就想辦法哈，選它特別的部位哈，來做料理。我有看到嘅牛嘅牛尾，牛尾，對。這就是我媽媽嘅素食嘅一個食材。我當好做，嘅膠質當多。哦。各位我好牛嘅部位，我清好嘅部位哈，就。嘴安怎講？嘴邊肉。嘴邊肉。你煮肉啊，媽媽親手做嘅嘴邊肉咪哈？我講煮肉嘅嘴邊肉當好食啦，牛肉嘴邊肉還較好食。一煮哈就越嫩唔會爛哦，嫩，然後個冷氣以後個膠質啊，我講一隻手法會彈到那個對天花板，果凍一樣，果凍很啱啱，就自己膠質凍多，但是又很都好咬，所以我當推薦他個是，因為我買呢，你做得去網絡上買，我就去一個有賣新鮮牛肉嘅，老佢講我想我買個鋪位，豬尾，你就會先攞留下來，對，我特別喜歡個傳統市場買幾個，因為我第一次也兩地喏，高手專家，幾好哈，因為我喺林口咩，叫講哎呀也兩地哦，可是那個長庚的醫生來買嘅了，我話因為我第二次也兩地喏，我講我啲
意大利好料理的時陣，也在普遍啊當家做。對，我說亂泡着沒油誒，撒下來就是澱粉主食的部分。主食哈，主食我家是先給你講的五穀根莖。對。啊就你糙米啊，泡米啊，沒黑嘛哈，還有黑味啊，山藥啊，玉米啊，給寧靜啊。東豆樣全部係五穀根莖類，你就是酸豆碳水化合物，沒你的主食。對，然後還有糖，糖，你行業青蒿式糖，青蒿式糖，對啊，糖有各式各樣的做法啦。我講先至講一天，你傳統的排骨糖啊，冇做糖嘛，馬卡糖都有，就介紹東豆糖的做法本他家。然後糖體就有啲的甜點啊。很棒哎，還有甜點都抵度。啲甜點哈，就它適合講泡樣的是甜的嘢。應該講孔鈞嘅甜點。孔鈞啊，甜點沒有孔鈞的，可以用的是，你就減少糖的用量，用別的取代嘛。我就麵粉冇，還是要用別的東西取代。然後甜點冇用下肚啦，就幾樣的，但是我吃講，迄個上愛。是啲甜的做得參考哦，因為我有相框，有做嘅有相，一樣我做它個是，吃得爽快，又唔會講就是按甜嘛，又冇辦法是按甜。嗰時候其實等下都會再個同大家來好好來小見嘅，其實青蔥有嘅一件事情係，時常按用編排係因為。大家一下唔係都會配嘛，而顯示菜，再個是卵泡子，再個是飯。對。老師，你嘅編下就會照樣到順序。唔會錯，對不對？一種食法當蔥油。哦，做乜嘅按蔥油？因為大家一下都會配啊，唔過做乜嘅愛按嚟做喏？大家可能唔知，嗰時候基本嘅夫妻卡拉 OK，就像我來問先生，做乜嘅照定順序來食東西係按蔥油嘅一件事情。一老你嘅血糖哈，用嚟上升。有關係哦，好，比如說，你走筍好了哈，2隻荷包蛋，好，1盤湯搶出來，好，但他稀飯，你冇講稀飯好誒哈，我做白飯啦，稀飯冇用嘅建議講有血糖問題也是太多，啊，因為個升糖指數太高，啊，冇關，你就舉例好誒啦哈，1碗飯冇做1碗稀飯，哈，然後1碗豆奶好啊，哈，你讓走筍看，食到1千克對嗎？一炒下來，哇！稀飯拿了1大碗是老稀，對嗎？當然是一下豆奶哈，還夾一下卵哈。然後你先食下稀飯，冇做白飯的話，人血糖可能就高呀。哦。然後你再個食一點豆奶哈，再食一些卵，然後再食一點香菜，人血糖可能樣直線上升，因為上升當高，你看我數一樣哈。你一開始先食一下嘅你嘅香菜，啊，食一些咧幾多呀？好，再食卵多呀，再來食一點咧稀飯幾多呀？你看啊，吃同樣的東西，斜線的斜度，你嘅血糖嘅標法冇同樣，所以大家講做嘛，大概就講。按樣食，的原因，按樣就的原來我食同樣食物，我順序冇同樣食，我血糖嘅標法冇同樣。跟人愛先食大部分嘅香菜，係咁樣嘅意思嘛？對，你全部留一些啦，還有貴到放飯。哦，原來咁樣食啦，還有的還鹹嘅一些哈，你做出來都冇做按鹹啦。然後來食一啲嘅飯，冇做稀飯，冇砒霜沒冇關係。你鹹按摩米西，給你就留一些嘞，好，拿來攪飯食。老師，你個在這個第4章節啊，講到呀主食的時節啦，你個要到主食，其實都會有其他嘅米西的，對不對？對。就是雖然基本但可能係飯也係乜嘅，啊，唔過佢係有調味嘅。對，有調味嘅，因為好，他們按樣講哈。有的人講先食蛋白質，有的人講先食強身，兩樣唔對食乜嘅時候啊，跟人做先食蛋白質沒做得，做嘛呢？因為用當到它個裡面係強菜，其實係根莖類。哦，比較它容易升血糖。馬鈴薯，馬鈴薯哈。地瓜，馬鈴薯、地瓜，還有個胡蘿蔔。胡蘿蔔也是。玉米。
哦，玉米很危險呢。哎，冇懂用，哇，玉米的或是一下拿來就開在櫃又懂甜，又懂甜。你一定不用到黑白色，哦，再後生沒有不用到黑白色。啊，所以你五穀根莖的一定要不用到黑白色。對，結果安用是懂蔥葉，所以我下食譜沒係安用下。啊，大概各位五穀根莖的安用，你講啊，精緻碳水2.2%啊，所以。每個人都粗糧，你以前行業講什麼是粗糧，對嗎？好，講是番薯，番薯對嗎？其實番薯佢沒當甜，還能不用後背食。沒冇講外邊都愛減重，還純就是番薯。哦，你現在讓人食物懂得偏發，可是番薯的那個糖含量還是很高，壓它番薯見到一點甜，一甜，以前冇按甜，它當甜，所以含量不用後背食，過冇純食。看懂得減重而言，純是番薯。懂懂你安尼說。對。但是都也喺度做在同大家分享嘅，有一個糙米嘅做法，因為像俺就冇按好食糙米。古時候老師用糙米有搞一個很多催芽的方法，要催芽嘅方法用一般不卡嘅天福嘅就做得做。對，你催芽哈，有的位日本的天福嘅哈，有一隻城市哦，很多催芽糙米哦，當然不卡油就直接用。冇呢，我個樹底部有下，用40度的溫度，不用到天福的按保溫，就是我不用就不用到40度的水溫、水底度誒，啊不用到保溫，對，哦，輕保溫。對，你講個40度我用我底用的係40度呢。其實哦，做菜哦，有的時候你準備一啲的工具哦，我老多時常講名呀，要有工具。你細神的水加是45度差不多對嗎？是就不用下來燒水。我說你要不卡個燒水有沒有？開到清開的話，你看你要不卡瓦斯爐幾多度？可能40度對嗎？你就不用一點冷水，那是差不多40度誒。冇做你就稍微注意下，溫度計哈，不用落去。當然唔係你量嘅身體的發燒嘅種。你就去個烘焙店、超市就有的買一支，然後給200-300塊，就貼上去，看一下，差不多40度，然後你就拿下水不用到天福嘅地步，然後按保溫，然後歸個米呀，就浸蛋，好浸到呀。哦，應該係哎呀，廿個水40度以後，廿米浸的，不用到天福的地步，唔是按個保溫就好。哦，唔是先冇煮，冇煮，煎蛋，幾點鐘3-4點鐘過後拿出來，再個蒸熟嘅方式來。對，你們唔是拿出來個加水咪哈，就開始煮廿個飯嘞。原來係按呢，用煮嘅糙米哈，我這個煮有避過啦。較 Q 較好食，真嘅，過較容易消化。哇，用食起來就唔會吃到糙米硬。對，唔會硬吼，過會加加把，我們講加把就糙米底部的這個成分啊，會變出來，釋放出來。對，加把對你叫講睡眠啊，某種安靜 B 群嘅，較好。所以我不卡我大伯我注意喎。一碗煮起來，你就分一推一推的。哦。分6推，哈，不用變苦。啊，不用冷凍。一年拿一包出來。哦，按用就懂方面，不是當年都要按用在個煮。是當年煮。你就好到的呢，也係唔係懂蔥葉？你看就吃糙米上嘅空天，平常是做唔好食。按用嘅煮廚嘅方法，就同大家分享好食嘅方法。嗰時候還有懂得像按用嘅CD是愛來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啦。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歐珠老師出嘅新書哦。剛才有講到地度有講到嘅料理嘅四技巧，可以好好來同大家分享。先講到一類就係人家講嘅用天福嘅就做得老呀，糙米讓它含較好食，營養釋放含較多。唔但像安尼，剛才有講到哇，我欣賞讚不絕口，說都會起動懊惱嘅就是鹽水醃製法，因為2-3年來，我就有認真啲嘅飲控，
就愛豆絲一滴嘞，給香蒲用，因為亂泡這東多。不過給香蒲用就是澀，當澀吧。很容易就不小心就澀唄。對，那老師就有一個清好的方法，實同大家來小給呀，熟地都沒有講，鹽水醃製法，所有跟肉類都做得按樣做。對。哦，就講看人要做，你做控肉哈燉的，它不是，你要剪的哈，要烤的要剪的，要方法當好，呀方法係我哋學教學到的。哇，幾下我就我從來唔識有談講按樣做法。學校的老師就讓我講，按樣一種方法做埋係按呢個專業廚房後輩一天愛會嘅方法。然後我學了以後，我講哇哦，要懂好用誒，真係懂好用，所以我就用到我日常嘅個菜哈。係個，比如說我聽音樂，我做乜個菜，我前一暗部，我睡目前，我就拿一隻容器。冇嘅呀嘛該，冇嘅嘛該就有改嘅，唔係冇容器，就有個夾鏈袋沒做的。好，你就不用像我做按樣嘅東西啊，唔會做一樣啊，唔會做一份啊，我會做當多份。做好以後我就變到冷凍櫃哈，你今日真嘅當冇寒，你就拿出來，解凍整一下就做得成，就當方便啊，非常推薦我哋杯下嘅雞胸肉，就講權威講嘅，講人先生當用碗好食哈，因為啲鹽水就哎呀1公升的水哈，哎你用3%哈，1公升的水就30克嘅鹽，係較功夫的，這個比方15克的糖，對3%的鹽，看過1.5%嘅，就一般的鹽嘅哈，一種比例呀，當好用，醃乜嘅呢啊？你雞腿啊，啊一下啊就醃雞蛋，啊醃雞蛋，醃好以後呢，我冇料理哈，我就在這邊冷凍櫃。哦，做得先滷好，還忙做，還忙哪一組就拿做得哪一組。對，或不冇做你做好張，沒做得張冷凍去啦。啊，然後煎雞腿，你知道按樣煎過一個雞腿啊，當薄碎，切下來後個汁就流出來。真，你剪到皮酥酥哈，這樣裡面個醬就全部都當好食。個雞胸肉哈，你就是啊，全部是過咩當嫩，真嘅當嫩。我一下想到我還會流口水，雞胸肉可以讓我流口水誒。上面上一張天台啊，我就帶點日本嘅主持人食，因為個拜記有特別人嚟講哈，想要吃食看吶。然後佢就講：天哪，有冇咁好食？嘿啊，有冇想到大家想說，那健身的人都見到會食雞胸脯，又食到會嚇到誒。係啊，我會給乜個蘇菲雞胸哈，就千篇一律啦。你去家做，你做得啲，你去家做你啲用乜個做咩？用乜個雞肉做，用乜個油去做，用乜個東西做，你去家啲。不過一多做的做當多份。你看深夜聽音樂要上學。帶偏做簡簡吶，就帶看平常生意是乜嘢，是饅頭啊，是吐司啊，或者什麼就夾到個地步。哇，很澎湃哦！係啊，夾嘅，跟熬落去都是，你做夾番茄對嘛？就熬落去又有當多蛋白質，你唔是小生意呢，早晨食不營養，而且又唔會。哎呀，啱啱實實，對，當好食。韓國做其實熟地不會下凍清楚。下凍多，而且唔但像安尼，我基本日同大家整理嘅，像係其中一些些部分聽聽，其實基本書都係補啊，咁樣講。尤其像俺冇乜開會煮加工海鮮，尤其客家人可能帶山東嘛，就真的是不靠海，我嘅成分環境冇海筍呀，這樣絲沒冇呀海筍嘅，可能有就冷凍的鮭魚。就比較少接觸海鮮，故說我看到一本書，都有一類韓國佢哋特別強調要用好嘅油，就是做香草油、香料油。你可以凸顯你自家適合嘅香料，拿來細火去做嘅香料油。啊，當好做香料油。哦，你哈要注意一樣東西，要簡單哈，唔係講哦簡單就這樣按樣做，簡單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基本的要做的事情。我做一罐一罐的，我會用個冷壓出榨橄欖油做一罐罐的香料油。我當好用個我基本屬油下用來做檸檬油。
地中海簡單料理嘅本有下哈，大概檸檬一買就買10張、20張，拿個皮刨下來哈，刨下來就用溫溫的油做檸檬油，下擺個乾咩當多個有機嘅乾咩哈，冬天大概就講有乾咩啊，沒有是乾咩，拿個皮，就刨個皮下來做乾咩油。哦，嗰個特別嘅油做哈，用個泰式香料油對嗎？其實你當大概一下當東人就提講哦，愛多吃個turmeric 就是那個給乜個薑黃哦，薑黃當好對嗎？乜個就當好，哎呦是，就老個薑黃，你當然唔係用粉啦，用新鮮的薑黃切片哈，用辣椒啊，還有個香茅。香茅當好，你行業當好噴個香茅入去房門咧，對嘛？香茅嚇，一條薑麻，切下來用。還有那個紅蔥頭，用當低溫嘅油嚇，然後一條香料爆香，爆香睇以後嘅渣都冇愛，一油拿嚟做嘛，就塗到魚嘅蛋糕。哇！塗魚嘅蛋糕，過個杜塞，然後去烤。烤好以後，你自己做一下醬汁淋落去，就都好食。老師會特別強調嘅係，老師你講嘅爆香，加個火其實係可以都凍死。清色，唔係你爆香嘅。不是凍太火用炸嗰種，唔係嗰種，是溫的溫火，這是老師很強調的料理。裡面很溫的火哈，你常有辦法拿嗰條香料嘅味啊，慢慢的釋放出來。你太火哈。你看個蒜頭，太火一下就出火來，就無太。人個蒜頭的營養，蒜頭的香味還蠻出來。你就是你吃到你係說太火爆香，唔係。其實你太火爆的香冇出來，係人太火的味道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煮飯當時要用太火。哦。希望大家煮飯吼，真嘅唔是用太火，當到搶出來，唔係講。太火真好食，真嘅。其實當道方法，第八其實咩搞嘅當道，用板用輕手嘅烹調，小小的烹調，唔過做得是到當好食，當到層次，當到風味嘅料理，全部就集中到一本書裡度。剛剛我相信大家沒有看到天師嘅相片啊，其實一本書適合嘅當到當優秀嘅太公神，啊也到優秀嘅工作人員，咩係上一輩嘅團隊，繼續延續到一下。啊，當感謝天中啊嘅攝影師。攝影師2本書都談戀愛，叫他做古偉我嘅總編啊，還有出版社啊，我當感謝我出版社也擺正嘅當幫忙，啊，還有我兩張妹啊，很好啊，當好啊，即係妹當好，對，兩張妹當天書，像我太妹做我在讀好我在做一本書嘅時候，我太妹第一部卡，我做第一本書嘅我太妹到意大利，寫妹到我順便，然後做當導師，聽一本書我寫妹到加拿大，然後我太妹都不卡。佢都從意大利轉來，好，開始居住到台灣啦。佢就讓我側拍，哇！結果我新書發表的時陣，佢讓我做一隻短片咩，哇！一下72萬人看。哇！安哥，還會哦。所以啊，一本書的產生唔係一三年的功勞，還會有一張當好的團隊。那團隊當有默契啊，你就做得當順利，然後給做出來。而且一本書等於講係老師同樣嘅團隊，還有自家同武卡人咧，按用心血嘅全部集合在強下，適合到強下。還個我看到書裡度前面還有感謝老師嘅媽媽，因為我媽媽從細就做三川做我媽媽做飯，然後我上學嘅時候5點就出來。5點就紅起來做早餐。客家媽媽，是包早飯，要帶陣便當去學校，然後轉來我媽媽沒欣賞，佢自己要上班。哇！然後轉來又飯菜又煮好誒，我係在安陽的家庭長大的小孩。故說咩希望大家做得看一本書哦，會不會當到煮飯嘅技巧，都不卡十分係一件真幸福嘅事情，因為係真空間嘅事情。對，故說好好來同大家分享一本書《主廚的療癒餐桌》。今日什麼？Audrey 老師又再給我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謝謝啊，今日真嘅謝謝，俺叫我看到當歡喜，真嘅。坦白再給我來打嘴鼓。好，謝謝老師，謝謝。天師給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接下來做運動哦。